紧走，你赶紧走啦！看伊着急甲安尼吼，莫然啊，我看咱紧走，啊若无妙。安尼过吗？来啊，恁这袂当对家走，对后壁门，后壁门，后壁门，你这。过吗啦？你过吗？哎，啊，因两个创啥收咧？啊？走，啥？你即摆讲啥？走去啊！走去啊！我，哎呦！哼，你真好大胆！我叫你人甲我留好，你竟然甲打来放走，好你先，真好呢，真好呢！哼，气死我！来人啊！走！对。紧走，紧走！我走袂去啊！紧走啦！紧走！哎呀！可怜你是安怎啦？师傅，我走袂去啊！你家己一个紧先走。哎呀，你哪会讲安尼？我要哪有讲家己一个人先走的理由啦？要走当一走，要抓当一放抓吼！起来！对，要抓就当一甲恁抓起来，不然这回看谁久我都来救你。阿弥陀佛，可是主，你何必着安尼处处甲我为难？你安尼未免逼人太甚啊！我毋是有甲你讲过啊，我并无杀人啊！哼，无杀人，迄是你家己咧讲的啦。来人啊！是。将这两个臭小狗抓起来。是。走呀，走。哈哈。哈哈哈！哈哈！你给我下！这位伯，我借问咧，头前发生什么代志？听伊讲吼，迄毒贩啊，薄薄莲就来示众呢。薄薄莲？啊是啊，就伊一个大好人有无？博王话的独生囝，啊，无想我比这款的地步啦。啊，多谢你哈。没。小哥，唔惊，你哪来这？都是我对不起你，都是我对不起孙哥，是可别同意，可别同意。可别通，你对你安怎？你讲，为了要救你，叫我将地契交给伊，我啥物啊？你拢摕互伊啊？是我对不起你，小哥。可别通，你这人铁死！我要甲你拼！哎呀，你看你这嘞！啊！跑到！孙言，你敢跟我拼啊？啊！你，呸！我看你是做吹死了。来人啊！来，将这小查某给我赶走！起来！无连即马伫经济地哦，咱不如趁这个机会去将伊除掉。无连有罗汉金体保护，咱是无可能杀。我知影，若是阮破掉伊的罗汉金体，这个代志我应该小心讲过几啊摆，但是伊死嘛有答应。何必着伊咧？我着会用的啊。无连根本就无爱你，甚至对你一点仔好感都拢无。你是要如何破伊的心呢？假使我着是小青呢。是你。你真好大胆哦，啊！你竟然甲所有的代志拢甲恁翁讲，哼！我看你是换了肾啊吼。无啦，我是感觉这几工哦，我真不安。我知影我袂用阁做毋对代志，若阁做毋对代志，我会后悔一世人。后悔一世人，哼！你爱知呢，我即马若甲你杀死，我看你永远拢无机会后悔啊！
你要甲我抬起会用的啊？你将地契哦还我啦，要甲我抬起，我嘛较甘愿。行你会用的啦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你爱奉抬我，奉抬我，甲欢喜为止吼。你太过分了啊！除了刘小青以外，无一个一个查某囡仔敢拒绝我。哈！你根本就不是人啊！你既然敢教我，甲你讲，你莫怪我柯白通对你无情，这是你家己自找的。不是我柯白通对你无情。哼！柯变通，你上天害你的代志做遐尼济，你到底是要害偌济人？你才会甘愿？真好，老小青，我拄咧烦恼找无你这倒车尔，是你家己主动送上门来吼。柯变通，你在做的，我唔知影留你踮在这世界有啥物路用。才把我抬伊啦！唔抬，敢讲要留伊踮在这世界害人死？你才把我抬，你也将伊抬死啊！那你阮上公干兄弟啊，唔就因为砍杀你的罪名啊！你袂当抬我，你也抬我，无你伊嘛我袂成啦。好，我这阵我爱抬，不过你要甲我写一张自白书，告你家己是凶手。安怎？唔答应？你若唔答应，我马上你死。这嘛无难啊！好啦，我想。啊，搁有，马上甲伊的地契交伊。这好啦，经我心上啦。哎，你摕啊！哎，小虎呢？麻烦你叫他摕纸甲回来。我你听清楚。等下我讲每一句话，你最好一字一字牙写清清楚楚。晓得？你就叫人来收你的尸体。好啦，我知啦，我会写，我会写。我的自强自立嘛，做人理。你拿我过来，你拿过来，我来4点才下。你大家看清楚，这是柯别通写的自别书，迄两个查某是抬死的，莫连伊毋是凶手。柯别通，知。你也毋去甲我讲清楚。快紧嘞！好啦，我就要讲啊妹。好啦，我唔对啦，我是叫阮阿囝去抬孙华。啊！我要哪会知影无来无钱误杀着刘良啦！话讲到倒来，我那给伊上台哈。你大家拢已经听清楚了哈。哼，你若叫做恶动作，死是应该。你去眼放开。眼放。好啦，紧放开啊！小青，你用这个办法，敢有套倒？这件代志，咱找在我讲，恁紧先走。这件代志吼，我看愈来愈复杂，咱先出来二再讲。紧嘞，紧走。莫看，你啥嘛？退后，退后。小青啊，那我就把你放走，你莫甲我放开啊！好，我这边已经了你，不过你最好莫搁再乱来，要若无，我要处理的人是一件真简单的代志。啥？老师，不要！小青，你来伫遮？你放心啦，我吼，这毋是以前迄个小青，呀，你倒对我来去。
但是我袂用走。是安那？我甲我小弟要倒来报仇。我是惊柯北通唔放你耍哦。阮会小心的啦。柯北通吼已经写了自表书，我想应该唔敢对我哪怎搭对啊。对，我嘛是袂放心哦。我看吼，你若是赶紧转去看卖啊，无连表兄啊，恁两个吼，紧跟我来去，紧来哦。哇，无连表兄人走在一起，咱拢找无因啦。啊对吼，唔敢去损改。哎呀！这死查某啊，真好走呢哈！好，就算你走天边海角吼，莫我找着，我找着我就放你袂煞。来人啊！对啦。刘姐，我倒来啊！人哪无伫啊？阿兄，我感觉这间厝吼真阴冷呢。顺华，你别烦恼啦，以后咱就是一家伙人，啊，这件布庄有一半是你的呢，嗯？阿兄，我唔是要爱这啦，我只是担心阿嫂吼，这什么话？相公，请你原谅我，为着要表示我的忏悔，我只有来去死。刘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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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这是何苦？你起来，你赶紧起来好不好？阿叔，你何必自责？过去的代志，我一点仔都无放进心肝内。你何必想要开来自杀呢？这一切都是柯变通所引起的。哎呀，你是要创啥？所以话，你阿嫂今日死去，我活伫世界也无啥物路用。以后这间厝就交代互你，我今晚就要来去找柯变通算账。阿兄，阿兄，阿兄，你千万唔通冲动。我若是唔太柯变通，我誓不为人。你莫叫我。阿兄，你太冷静的啦！你即摆来去找伊，不但代志袂当解决，更更加严重。你太好清楚啦！咱即摆爱办的是阿嫂的后事，啊？刘家，孙宇哥，老婆娘，你来伫遮？我是来这找无连表兄甲有缘师傅啦。两位师傅无甲你斗阵哦？无啊，我叫是因来恁兜，所以我们才来这找因。哎呦，代志哪变甲遮复杂咧？安怎哟？啊，对了，老姑娘，阮大兄吼，麻烦你甲考劝一下，伊伫要去台口别通呢。系啊。啊，哪会安尼？孙大哥，我听孙二哥讲，你要抬口鼻通哦，你千万唔通去抬伊哦。伊即阵钱大势大，你较选若是甲抬死，种惊会甲恁惹来真侪麻烦哦。敢讲，我娘家都安尼白白来死去哦。伊无死啊！你看，伊形态阁烧烧呢。我感觉你应该去找一个大夫来甲看卖啊，毋才对。真是嘞！哎呀，无即马请大夫。去，好，去啊！孙大哥，我阿妈想要过世啊，我惊无连表兄因那边毋知发生啥物问题，我一定要马上找着因。歹势吼。多谢多谢。啊
老小姐，已经中着我7本女粉，哼！我看你即马吵死，男无一可怜，你这个屁小的，竟然用这种手段！哈哈哈！夫毒不丈夫，良小非君子，哈哈！你拄只咬老，即马看你摇摆声。可别头，你唔通就是你有靠山头仔靠，所有人都会惊你。就算我死，我也袂许你困落来。老小姐，死甲连条，你搁咧死硬硬喙皮啊？我虽然是对你有兴趣，但是你也知，我的耐心嘛是有限的呢。就算你点啊等我死，你也免遐想。好，我若得袂到面啊，别人也免想要享受得到。既然你遐尼坚持，我就送你上西天。哎！走！你想要死，万免惊无几好做。哈哈哈哈哈！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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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的自强自立嘛，做人理。你遮的？我去倒位啦。这是什么所在？遮是我无意中发现的密道。啊？咱若踮遮哦，一定无人会发现着咱。袂用啦，袂用啦！咱若住喺遮吼，暗袂输敢若顶摆住伫古井底咧，敢无物件通食，无水通啉哦。哦，嘿哦，当然嘛是有人会摕物件来互咱食。有人摕物件互咱食？是啊，是啥物人？就是风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你我摕物件互恁食。当然咯，即阵无咧兄，伊以前的内伤也袂好，啊人我又阁是小女子，毋是你摕物件来互阮食，当然是阮两个摕物件来互你食。当时啊，你就是咧设计我。有个师傅啊，叫你摕一物件，你嘛较钱换咧好。对啦，你等下来去摕物件吼，最好顺便摕一寡补药转来，甲无连表遐补者，哈。小青，你变哪会用安尼劳烦师傅咧？我再讲，我也无想要永远住在遮，我爱赶紧来去救阮阿娘咧啊！恁阿娘，无咧兄，你袂记咧是？恁阿娘已经过身啊呢。也毋过，我时常伫咧地界看到伊，伊伫遐咧受苦。我若用个找到要地界的路，我一定会想办法将阮阿娘救出来。这哪有可能啦？英勇是两界，你是勇敢之人，哪有可能去救勇敢的良群嘞？我知影听起来敢若是足无可能的，也毋过我总袂用个目睭金金看阮阿娘伫遐咧受苦啊！只要我若有办法，我一定要试看卖。哈！无咧，无咧兄，你是安怎？明明你是我唯一的
伤害。明明你是我唯一的心爱，现实的生活。今日远东西，学问天天问地，一种痛苦。啥人知？若想你分分分分自己，不想你真真真真伤悲。虽然亲情芳华美，嘛着做一个你。